我拍的那种少女一点、可爱一点。OK， 手机高一点。啊。点一点垂直，哎，对，垂直啊，没有人让你那样的，就那种很少女、很优雅的那种。我都走啊！唔好單眼，單眼都唔得啊！單眼唔好睇，通常係醜啲人先單眼嘅。哇！係啊，唔好成整個獅子啦。咁你我考我，而家唔興啦。教我怎麼擺？怎麼擺？打個燈。Got it。OK。冇影相啊，影個相先。食過90幾次都仲要影相，影。哇！一啖一個靚 red， 你嗰張細啲食得唔得啊？食唔到啊！櫻桃小嘴聽過未啊？冇啊，點櫻桃啊？細個好似我咁樣咯。係啊，差唔多係啦，哎呀，咬唔到啊！